本遊戲為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打造，以潛行解謎為核心玩法，讓中學生喺沉浸式互動中重溫抗戰歷史，致敬革命先輩。玩家化身地下情報工作者，喺危機四伏嘅場景中躲避敵人巡查，傳遞重要情報，重現抗戰年代隱蔽戰線嘅艱險同智慧。遊戲採用母代碼工具 GDevelop 開發，實現三大特色機制：敵人視線同潛行躲避系統。玩家利用掩體同草叢隱蔽，感受敵後行動嘅緊張刺激，投擲物品引敵解謎，通過策略操作突破封鎖，鍛鍊邏輯思維。歷史碎片收集系統，觸碰文物即可解鎖真實抗戰史料。喺遊玩中學習歷史，銘記英雄。作品將歷史同趣味互動結合，既保留緊張嘅遊戲體驗，又傳遞愛國情懷，令青少年喺操作同探索中理解抗戰勝利嘅來之不易，傳承偉大抗戰精神。